哦，呢樣嘢我以前都中過招啊，仲蝕咗好多添。你以為係股價突破啊？其實咧係啲主力咧一早已經 set 好晒個局啊，等緊你入場嘅啫。廢話唔多講，點咗個 like 先啦。我再話俾你知，主力最陰毒嘅招數假突破。呢張 K 線圖咧就係典型主力在高位出貨俾散戶嘅例子啦。你睇下個股價上升到去到尾段嘅時候，突然間出現一支大陽燭喎，暴量上升添，成交量大到嚇死人，全世界都嗌大行情嚟啦，衝啊衝啊！於是乎你入場咗啊，你仲係幻想緊今次執到好嘢添，點知道第二日一開盤嘅時候低開低走，成支陰燭咧就殺咗落嚟，仲跌穿埋琴日嘅開盤價。呢個根本就係主力又多出貨，喺上邊咧就靜靜雞派貨俾你。最慘呢個時候，你又唔肯止損離場，結果咧你個本金咪擲住晒咯，都唔知幾時可以翻你個買入價。一句真心話，以後你見到咁嘅情形咧，唔好急住入場，你等佢回調企穩先至可出手啊！如果呢條片可以幫到你，咁你就要點讚、關注、訂閱我呢個小小嘅頻道啦。下一集再分享股市嘅陷阱啦，拜。